天是2006年3月5号，胜利的一天到来了。咱们这个胜利就是学了的那本拼音教材呢，藏文，只要它写出来，你就应该能读出来，发音解决了。然后学了这本文法教材呢，应该是藏文里头的基本句式、语法现象，我们都掌握了，都见过了。具体说你理解的这个对不对啊什么，那就是你的那个多读的功夫了。所以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胜利算拿到手了。今天是最后一课，这一课完了之后呢，咱们初步计划就是先暂时先不讲课，你们复习，从头复习，甚至拼音也可以，那8句话都可以再看一看。然后文法呢，重点放在动词上，自己就是把前头的课听一听，反复的读这个，看看每个句子这个关系懂不懂，这个词再一个就是记单词，复习。咱们看情况，后边是像周老师给我们讲一样，就是讲咸鱼经，因为这里头有很多引咸鱼经的，引米拉日巴传的，如果接着学咸鱼经呢，周老师说就等于是一个复习，把这里头的很多话呢跟那个故事的整个情景串起来，就等于是一个复习巩固。再一个就是说，虽然我们以后是为了读经，但是这个理论性的单词呢，都是以这个日常生活单词为这个基础的，所以日常生活单词呢要有一定量的积累，要有一定的理解，才能读懂。或者呢，像大家也有建议的说，直接读经论，到时候咱们再说。这个不多说了，因为今天的任务还挺紧张。197页，先把上节课的读一遍。开始了啊。普婆美那，龙觉记多吧，tham戒给别写，虐本切贝扎窝样，特唐丹那戳苏给儿，土亲驴啦虐灭给，角儿瓦些那满肚给儿，开得切灭几百一个，地拉马3百儿，撇给家啦马长那，家南给接破张给，顶给多人给一个，人松了呢，撇他们接碰玩给我了，家南给撇了马长那，哈塞多人给一个，人松了呢，家他们接碰玩给我了，气数却下记穷养，重读啊，气数却下记穷养，给月错一米切板给我，给月错一米切板给我。俺把记账潘大讲，人都潘北热瓦梅，俺南的七张切讲马去，东高记账包那样，也的没呢接不赢，记那人，上个堂身健康引容，
生健康身健康银容，却给悄悄却让给悄悄，多这日气入，恰为路因色儿，卡些忙俺牛羊容，决定拉都浪那可，秋行切穷金扎样，色汤米色给那些，米糠绝佳马银吧，先给重度续绝吧，等那么云的军养容，开背推了爬熏卡，起单儿爬马普日强讲，推单儿普测爬马民，爬妹普测讲讲呢，爬马改呢普测念。如果读普猜，你就随你的意，读普猜这个方便就普猜，普测就普测，这都无所谓啊。下边，其他结冰给，块儿啦陈给讲给儿吧，块儿啦陈给讲给儿吧。推单块儿要难，结冰你给恰瓦煮，晕给锦绣汤，雪南汤单杯开把你，诺儿龙卷七咱角儿吧，推咱们给举体型，先打了米虐本儿，带玩那边给儿。最后一节是总数是91节，记住这总数一共是91个小节，这是第91节。转折复句，转折连词。转折复句的意思是转折关系，即前一分句为一事实，就是并非假定的，后一分句在意思上跟它对立。表转折关系的连词有容，前头刚用过，就是虽然但是，还有将阳昂，也是表示这个虽然但是的意思。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也在又这个基本意思，但是呢它有这个表转折，也可以表转折。还有一个是就是表转折的，就是叫灭给这就是表虽然但是，就是表转折关系的。云讲也是表示转折关系专门的词，像前边那两个容跟那个将，他们呢都是这个有这个意思，还有其他意思。今天咱们讲快点，因为后边还有一个表，还有一个那个出处都想讲一下，所以这个任务繁重啊，咱们讲快一点试试啊。不清楚你们就问一声。第一个讲那个容，虽然但是，容是放在前一个分句的后边，也就是在这两个转折关系的中间。俺想煲汤，我的舅舅和在塞帕明给，在塞是一个人名，是米拉日巴的未婚妻，在是美丽漂亮，在塞这是他的名字。这个在塞的帕父亲名哥哥，父兄
对，可以说父兄啊。这个给他们做主语，这个主语都是谁呢？主语是我的舅舅和宰塞的父亲和那个就是宰塞的哥哥，3个人，他们提全部做主语。他们做什么事儿呢？后边啊，罗具且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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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是年，具是这个熟悉，就是这个详细的情况。年跟详细的情况，一年一年的详细的情况合起来就成了什么？叫历史。一年一年的详细的情况合起来是历史。历史这个说起来比较庄重，平常我们就说可以说什么呢？就是情况，就是这个事情的历史，说轻松一点，就是这个事情的过程，这个事情的情况，这个地方就是情况。且第一个意思是做，第二个意思是说，记住这个且呀有说的意思，所以他们这些主语干什么了呢？说情况，就是说明情况。后边紧跟着就是这个容，就是虽然说明了情况，但是呢后边满念不听。谁不听呢？这个就是你要看那个故事，就是说他叔叔呢，他父亲委托给他叔叔管他们家财产，到该还的那个谁米拉日巴长大之后他不还呢，米拉日巴的舅舅和米拉日巴未婚妻的父兄都向他那个叔叔啊说明了情况，容，但是满年他叔叔他们不听，就是说你人多就来打，人少就放咒，反正是不给。这个语法很简单了，就是这个容，就是虽然但是，虽然把情况说得很明白，但是呢就是不听，就是明欺负人，所以呢就这个说明这个转折关系。下边读一下啊，爱想煲汤，爱想煲汤，在塞帕明给，在塞帕明给，罗具且容满年，罗具且容满年。这个转折关系这个比较好理解哈。第二句，达美玛，这是这个米拉日巴的师母啊，这是米拉日巴的上师叫达美玛，就是说达美玛，称呼一声。你看下边用的是感叹号。囊巴日米拉多杰给餐，囊巴日米拉多杰给餐，囊巴是明天，日是在明天，米拉多杰给餐，这是米拉日巴的正式的名字啊，叫这个米拉是姓了，多杰是金刚，给餐，给是胜利，餐是标志，胜利标志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床，就是那个一个金字一个童子的童，那个床，可以叫胜利床，也可以叫宝床，这个拔起来的那个胜利标志啊，这是米拉日巴的名字。然后后边啊，卓位彻底，卓位彻底，卓吧是走，走的彻准备，彻预备准备，预备准备，可以是做准备，做什么的准备呢？做走的准备。明天米拉日巴要做走的准备了，实际上就是简说就是准备走了。明天米拉日巴准备走了，学好了要离开师傅了。以脚模系融融，以脚模系融融，以心，心怎么样呢？脚
gyoma 是什么呢？gyoma 就是叫痛苦，烦闷，难受，反正就是这些。为什么要用 gyoma 呢？为什么要用 gyoma 呢？因为那个打美玛是女的，所以他就用一个女性化的这个词尾啊，就是表示难受。gyoma 就是某一种难受的感觉，说不清，反正是一种这个不太高兴的感觉，这是不定指代词。涌来，会来，会升起，就是说明天米拉日巴要走了，会来心里头啊，会来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具体就是某一种这样的感觉，说不清。容就是说虽然心里头会感到难受，然后下边转折虽然，但是呢还得怎么样呢？后边看这个话的转折啊，叫 gemala 卓别 gemala 卓别 ge 是送行，gema 就是名词化，还是送行，就是把这个 ge 这个动词变成名词 gema 送行。拉是这个拉的意义一定要看后边动词，动词是什么呢？是着走，走呢也表示去，去干什么呢？去送行，所以这个拉叫为格，为了送行去，去为了送行，去的目的是为了送行，所以去送行就是觉需要。下边这一句就是什么意思呢？说整个这一句就是说明天呢这个米拉日巴要走了，准备走了，心里头呢虽然心里头会升起一种这个不舒服很难受的感觉，但是还是需要去送行，还是得送行，转折关系就出来了。好，咱们读一遍啊。打美玛Nambar mila doje gemchen Nambar mila doje gemchen卓为扯比一个摩西雍容给马拉卓别下边一个就是那个江阳翁，就是本来基本意思是也在右，它呢也可以表示转折关系，经常会出现。咱们来看这个下边啊，阔月披江阔窝是我自称，加上撒是句格，我要做动作，我做什么动作呢？披献、贡献、奉献、献给。讲这个讲就代表了虽然但是，虽然我献，虽然我献。下边呢，春巴昨日米菜，春巴昨日米菜。春巴是井，水井。昨日，昨是这个走，加上这个日，就是咱们说后边动词要求的拉宾。后边动词是什么呢？米猜，猜是什么呢？猜是容许、许可、希望，容许、希望。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前头学过那句话，这个一个长者的妻子对长者说呀，说你这个国王啊很贪，他要是知道咱们家有这个宝井啊，他一定会夺这个宝井的。现在这个国王看来就是要跟他要准备夺他这个宝井了。这个话呢，这个他老婆呢就给长者出主意，说怎么办呢？说你就跟国王啊这么说，你说阔约批杠，就是说我呀愿意献给你，我献。我不是我不献，我献啊，
但是啊，虽然我愿意献，但是呢，春八卓而米菜，景啊不希望，这个景不希望走，他景不愿意走，哎，这个。现在听起来这个话很奇怪，在那个时代，像这个神通都是很平常的这个常识的时候，人神共在，是这个很多就是这个各种就奇怪的现象是正常现象的时候，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说这个话人们是相信的，如果人不相信，他不敢跟国王说这个话，所以你不要在这方面做担心啊。就咱们就理解句法行了，就是说有这么个我愿意我献，但是景不愿意去，啊，他有可能这个景啊，可能代表那个景神，有这种可能性啊，咱们这瞎猜啊。好，就表示出转折关系就行了。阔约批量，阔约批量，阔约批量，春八卓而米菜。春八卓而米菜，再来一句：献给君庸通腊阳。献给君庸通腊阳。贤其他的这个地方就指人了，别人的均是缺点。允是本事、学问、功德、优点，哎，优点。通看见，腊容易，阳转折关系。虽然是别人的优缺点呢，很容易看见，哎，看别人的优缺点啊，很容易，很容易看见。但是呢，这又转折了，阳就转折了，让给撅去。通瓦尔嘎，让给撅去通瓦尔嘎，自己的撅是行为，动词就是行动、享受、享用这两个，动词就是进行跟享用。这个地方是做名词，名词。它就不是行动，是指的行为，哎，品德就是这个人的就是行为啊。趋刚才啊没出现这个啊，前头出现过，就是趋是什么呢？一个是方法，一个是状况，哎，主要是这两个意思，一个是方式方法，一个是状况情况，哎，这个行为的状况。行为的方式，行为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行为的这个品德、品行，就是一个人的品行、作风、人品、风格啊，就是这些。哎，举止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人举止得体不得体，哎，就是指的你这个人的品行、行为，哎，就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品行呢？通瓦尔看见自己的品行呢，嘎困难，就是说别人的这个优缺点呢，比较容易看见，但是自己的这个品行如何呢，就不容易看见，哎，就是看别人容易，看自己难啊。下边，搓囊南开打嘎尔军。搓囊南开打嘎尔军，搓是湖，哎，聚在一起的水湖，囊是里面湖里面，南卡是空中天空，天空的达是月亮，嘎尔是星星，军是一切所有。这个话还没说完，动词还没出现啊！咱们再接着来动词啊。塞阳让给丁米通，塞阳让给丁米通，塞
是显现、显明，就是给它突出出来，给它明显的这个显现出来，反映出来，照见、表示，反正就是说给它显明出来。好，咱们先说前边这一句啊，在湖里头可以显现出来，可以清楚的显现出来什么呢？天空中所有的月亮和星星。这肯定是指晚上了。晚上的湖面上啊，湖里头啊，你可以清楚的看见天空里头这个所有的那些月亮和星星。阳又转折了，虽然湖面上能显出来这个所有的天空当中的星星跟月亮，虽然是这样，你为什么晚上它看得清楚？你这个白天它那个有时候阳光太强，看显现不出来这个倒影。虽然是它湖面能显现星月，然后呢但是呢让给丁自己的底儿，丁是底儿，自己的底儿密通，看不见自己的底儿。就是说你在湖面上呢，你看见星星月亮了，你看不见湖自己的底儿。这就是一个拟人化的这个，就是说你湖面上能看见天空，能看见别人的东西，看不见自己的东西。为了跟前边相呼应，两个转折关系。好，读一下啊。显给君晕，显给君晕通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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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给绝区通瓦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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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囊南开大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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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让给丁密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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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看那个说，有时阳前边可以加拿，就是拿阳，意思是一样的。他这一个说明就是说，但是前一分句的内容呢属于事实，而并非假设。因为这个拿呀，有时候有如果假设的意思，但是它跟这个拿阳要是合起来做转折关系的时候啊，就不是假设的意思了，就是给这个阳辅助加强阳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前边的事实是这样，那个因为拿本身也有一个既然，就是继承事实嘛，就是前边是这样，但是阳一下给转折一下，就是跟那个完全跟光用一个阳的意义是这个一样的，还是转折关系？咱们来看一下啊。查拉穷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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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悬崖，咱们在那个拼音教材的最后学到了悬崖。悬崖上拉你也可以上，也可以什么，这一般就是悬崖上了。穷跳，跳之后，从悬崖上跳下来之后，从悬崖上跳了之后，撒拉轰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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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轰掉下来，掉到轰就是掉下来，掉到哪儿呢？掉到地上。然后呢，你从悬崖跳下来，当然掉在地上了。哪样？虽然从悬崖跳下来掉到地上了，但是转折了。那把是受伤，那把受伤，去了那个上家字撒呀，就是病，就是得病。这个得病是被动的了，这个加上撒呢，这一主动呢就是受伤了。只是这个为了帮助记忆单词，这么随便来联想一下啊。受伤或者是就是或者，涅巴梅多，
涅巴美斗。涅巴呢，咱们说是两个意思，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过。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过，一个浅一点，一个深一点。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说从悬崖跳到地上之后呢，没有出现前两个情况，一个是没有受伤，受伤或者是涅巴，说跳下来之后没有受伤，好理解，或者是没有错误，什么意思呢？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指出问题了，出毛病了，因为除了受伤，有可能你跳下来之后虽然没受伤，但是有可能不正常了，出了这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从悬崖上跳下来之后不但没受伤，连任何其他的没出毛病，没出问题。记得这个故事吗？河边一棵大树，大家都去拜，结果有的人就得愿了。有一个长者没有儿子，别人劝他去这个求儿子，他就说给我儿子，否则我就把那个庙给拆了烧了。然后把那个实际上那儿住了一个那个小神，把他吓坏了，他跑去求北天王，因为北天王是他的他供北天王，让北天王给他儿子，北天王给不了，又带他去求帝释，帝释也给不了。最后呢求半天呢，帝释说有一个天人要死了，我让他去做儿子吧。另外的天人说我不去，说我要下一生我要出家，去那个长者家做一个唯一儿子，出不了家。帝释说没关系，你去吧。去了之后到出家的时候我帮你。结果到出家的时候长者不让出，这个当时他也不知道帝释帮他他也不知道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你一投胎就忘了前头了，所以他就想办法出不了家怎么办他就想我死了之后再投胎，我再求出家。结果呢吃毒药死不了，跳水死不了，从悬崖上跳下来也不受伤，也不出毛病。为什么？因为帝释在保护他，帝释不让他死。为什么帝释不让他死呢？因为帝释有把握，我肯定能让你出家。你想着帝释办这么点事还不好办，最后他想着他说我自己自杀不了怎么办我去偷那个王宫的东西，让国王杀我。结果国王射的那个箭呢，到他那儿就拐弯回来，冲国王过来，吓得国王说你是人还是鬼还是神还是魔？他说我谁也不是，我是那个长者的儿子要出家。结果国王说好吧，你看帝释帮他就出了家了。这个故事好，读一遍查拉琼内萨拉轰那样那把涅巴没斗下一个新界查波在那样我读错了，新界长包在那样兴是树，界是生长的生，树生合起来还是树，这就是一个名词，一个词组，还是树。场包不对，对，场包是什么呢？直，就是有弯的东西，这个场包是直。直呢，东西直，引申出抽象含义，就这个人正直，这个人直性的正直。说这个树直，树长得直，直的树长得很正直的树，在那样漂亮。但是这有个转折，说长得直的树漂亮不漂亮？虽然长得直的树漂亮，但是你看它怎么转折嘎星漂泊寄来桑，嘎星漂泊寄来桑，嘎是马鞍子的那个鞍，一个革命的革，右边一个安全的安，马鞍子的鞍。星就是木鞍，
就是木头做的马鞍子，木鞍。鞍木，下边一的鞍木，就是做鞍子的那个木头，鞍木，鞍木。挑包是什么呢？是弯的，跟那个长包是相对的，直的，这个就是弯的，弯曲的，你歪的、扭的、不正的，弯曲的鞍木。你马鞍子你得弯的，你在马背上放着，当然得是一个拱起来的一个这个弯了哈。鞍木，弯曲的鞍木，这个弯曲的鞍木，对。记来桑就是来是对比，比前边是被比较者，比什么都好，比任何东西都好。这个这就要理解了，说鞍木弯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跟前边对比，树长得直虽然很漂亮，但是你做鞍子的这块木头啊，那个弯的木头比什么都好。理解这意思了吧？就是说你长得直虽然大家都说漂亮，但是呢它不是适用于一切的。你做桌子啊，当然是直的木头好。你要是那个做马鞍子的木头呢，你有一个弯的木头，那比什么都好。你直木头你怎么做那个马鞍子呀？我理解是树木现在长得很直，但你也能把它弯成不是那个意思，它是转折关系，它肯定把前边这个直给否定了。虽然漂亮，没用，它把前边这个整个否定，不用它。做那个鞍木的时候，那块木头啊，你找一个弯的那个木头啊，那比什么都好。就是说直不是说打遍天下都什么时候直都好，各有各的用处。做鞍木的时候啊，那弯的木头比什么都好了。你看他说是鞍木，不是说鞍子，就是说你找做鞍子的那块木头啊，那弯的比什么都好。读一遍啊，新盖长包在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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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新挑包急来上，假新挑包急来上，假新挑包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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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好，撒家各言。这个不用判别了，因为它就这灭就是但是，这个确切的很，灭讲都一样，就是虽然但是。好，捏巴拉来群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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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巴刚学过，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过。这个地方呢，转译既不是错误，也不是罪过，指什么呢？指这个有罪的人，就是坏人，这个坏蛋啊。所以你在这个看句子的时候啊，你得这个根据他就用捏巴代表这个罪人、恶人，恶人。注意这儿啊，所以这个学以后你得大量阅读才能这个判断正确。这儿啊不是拉类，是拉拉加个撒。拉拉咱们学过，拉拉是有一些，一部分，有些恶人，有些坏蛋，加个撒是句格，所以你各种可能性你都要想到，你才能把句子这个读通。这个有些坏蛋干什么呢？主完成群事情，做事情啊，这个主就是完成，就是能够做完事情，能够把事情办成，能够完成，能完成事情。有些恶人呐，他能够完成事情，就是有些恶人完不成。一般来说，这个恶人应该他那个计划应该不成功的，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吧，但是有些坏蛋呢，他能把事情办成。别看他那个事儿很不合理、很坏，他也能办成。好，穷养开浪，卡拉民。穷养开浪，卡拉民。
穷养开南卡拉民。穷养开南卡拉民。我最后读的不准确啊。穷养开南卡拉民。穷养开南卡拉民。哎，民。穷养，穷是出现升起，向自己方向来。这是跟前边这个动词组啊，是这个就是结合着的。它算一个穷养，穷什么呢？升起什么呢？完成事情。就是说，有些坏蛋呢，他也能够办成一些事儿。哎，这是一个词组。但是怎么样呢？开纳智者。下边译的是学者，学者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如译智者，因为他这个呀跟学问没关系，它是一个智慧的判断。智者们呐，卡拉前头也学过，卡是任何和卡是和什么，拉是在什么，在哪里，和可以指地方啊，就是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哪里会，跟咱们汉语里头的那个哪里这儿哪儿成啊，这哪里跟那个哪里有点相像，就是这个哪里会后边那个民是什么呢？是愿望希望，基本意思是愿望希望，民拉就是愿望嘛。愿望希望啊，希望就有羡慕的意思，所以它还有羡慕的意思。你看希望嘛，我也希望那样，实际上显然就是羡慕了那样。说坏人有时候也能有些坏人呢，他也能办成事儿，但是智者们呢，哪里会羡慕他？就是他那个办的那个坏事儿，智者们谁会去羡慕他啊？不是说成了就是王，他成了是王，他也不是个正义的，他也要垮台。下边啊，雷巴尔主讲君细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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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巴尔是好好的，这个就是好好的啊。主，这是主动的办，前边那个是被动的，就是不自主的，就是办成了，能够办成。这个上加自仨就是这个自动动词，就是好好的去完成，好好的去完成。就是说一个人呐，认真的好好的去做一件事情啊，讲也会怎么样呢？先看中间那个动词叫系是可能有，它的这个基本含义就是有。比如说我们十二因缘里头有一个有，就是你取缘有就是那后有，这个就是这个系是有。它这个有跟别的有的区别是什么呢？它这个有带有这个可能有的意思，可能会有，不是现有啊，不是这个就是像上边那个有的那个夺吧，就是说现有的财产国王会没收，那是现有，这个就是可能有，后有，后有，以后会有，可能会有什么呢？缺点，就是说你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啊，也可能会有缺点。你好人，我认认真真的去做，也可能会有缺点。灭转折，就是说，虽然你认真的做一件事儿，也会出现缺点，但是怎么样呢？提拉开南拆瓦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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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拉对于他，智者们对于他呀。拆讥笑耻笑，没智者们对他呀不会讥笑他，不会这个笑话他。就是说你只要是认认真真的去做事儿，虽然也可能会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也可能会做的不足甚至失败，但是智者们呢对这样的人他不会去笑话。好，意思很明确了啊，咱们读一遍。捏巴拉来群主吧，捏巴拉来群主吧，捏巴拉来群除吧，捏巴拉来群除吧。
穷养开南卡拉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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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边主讲军细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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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拉开南拆瓦灭，提拉开南拆瓦灭，提拉开南拆瓦灭。提拉开南拆瓦灭。好，咱们进度还可以哈，还可以再讲一点哈。好，翻过来第8句啊，赞丹西瓦银灭给，赞丹西瓦银灭给，赞丹西瓦赞丹西瓦银灭给，赞丹西瓦银灭给。赞丹就是檀香了，也可以指檀香树，也可以指这个就是把它拿下来变成檀香，就是咱们用的檀香啊，都可以。刚才第一次读了一个西瓦，第二次读西瓦，为什么呢？这个形容词啊，一般不用哇，不用巴哇，形容词用包啊、摸啊哈，这是形容词。如果它变成巴哇，变成一个名词化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代表比较级，就是比较这个西是清凉，哎，西是凉快，哎，清凉，咱们前边加一个凉亭就用的西瓦，哎，这个它变成巴哇之后啊，变成比较级，就是比较清凉，哎，比较级，就银簪丹是比较清凉的东西。哎，檀香是比较清凉的东西，所以你看它这个地方加个本性，哎，就是它这个性啊比较清凉，银是比较清凉的，灭给转折了，所以它就加上虽然本性清凉，加个转折，但是怎么样呢？它要转折了啊。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是摩擦，就是下边那个摩擦，你画条线引过去就可以，甚至不引你也能猜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摩擦。哎，祖巴尔这是个动词，后边为什么要加这个狗呢？因为这个摩擦呀，它是一个主动动词。这个檀香呢，它不会自己主动的说它去使什么东西发生摩擦，它是必须被别人来摩擦它的，所以这给轮呢是不自主动词，就是把这个自主动词啊变成一个不自主的，变成一个被动的，就是檀香被摩擦。如果它被摩擦的话，哎，加这个给轮就是为了把一个主动动词变成这个被动，就是表示檀香是被摩擦，哎，不是它去摩擦其他东西。如果摩擦的话，哎。怎么样呢？如果檀香被人摩擦的话，巴瓦尔是燃烧，哎，狗日也会，狗日就是形成、转变成、变成燃烧的状态。说簪丹它本来本性是清凉的啊，这个檀香木，哎，本性是清凉的，但是你把它摩擦快了呢，它也会起火。簪丹西瓦银灭给，簪丹西瓦银灭给，簪丹西瓦银灭给，簪丹西瓦银灭给。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祖巴尔狗呢，巴瓦尔狗。星炸大热银灭给，星炸大热银灭给。星炸大热银灭给，星炸大热银灭给。星木头炸敌人，木头的敌人，木敌，哎，下边译的是树木之敌，哎，大热斧子，哎，就是下边那个斧子，斧头，大热。银是，这很简单了，树木的敌人是斧头，因为斧头能把树木杀死啊。灭讲，哎，转折了。虽然树木的敌人是斧头，但是下边啊，
忒以有我心给切，忒以有我心给切，忒以有我心给切，忒以有我心给切。他的有我把，有我就是把，就是什么东西的把，什么东西的信儿，什么东西那个提他拎他拽拿他拽他，这个能拎住的那个一个环啊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东西，就是简单就是把啊。这就叫文绉绉就叫柄，斧柄，斧头把就是。这个把怎么样呢？新给用木头且做成。哎，说这个树木的敌人是斧子，但是这个那个他敌人的那个把呢，是用木头做的。啊，这个相反相成啊。搞不清啊，这就是个转折关系。哎，他敌人的这个有一部分是他。好，读一遍啊。星炸大热隐灭感，星炸大热隐灭感，星炸大热隐灭感，星炸大热隐灭感。忒以有我。忒以有我心给切，忒以有我心给切，忒以有我心给切，忒以有我心给切。是不是到一下是吗？好，再来。行，今天速度不错啊。云讲就是但是，这不用说了啊，也是用于前一分后一分句前面，常与前对，后一分句前面都是在两个句的中间就完了。常与前一分句后面的灭可以相配合，这无所谓了啊。就是前边来灭贵，后边来云讲。咱们来看啊，春八雨娃日开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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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八那个景，这还是这个长者的媳妇儿给长者出主意了啊。说景比哇，这是那个披前边那个现呐的现在时，它的原形动词原形就是这个比哇，哎，奉献献给献出，哎，这个那个披呢是它的过去时，哎，这个是现在时。陷阱，开浪开人，就是这个开是咔加上撒，就是咔是嘴，加上撒是用嘴，用嘴干什么呢？龙是什么呢？龙是那个取的命令式，取就是那个人拉整包人呐人就是取，哎，取的命令式，这个。用嘴取，你比如说开人用嘴取是什么意思呢？是答应承诺，哎，就是用嘴这个取过来了啊，就是口头上答应了。这个地方因为是长者的媳妇儿，可能是他妻子吧，对长者说的话，所以呢，他用这个命令式，就是祈请式，就是说你答应他吧。哎，开龙，你口头上答应吧，答应什么呢？答应陷阱吧。哎，这不是说，你看下边译的，就是他是对他这个长者说的，你答应陷阱吧。哎，开龙，答应吧。哎，嘴上取吧，嘴上答应陷阱吧。然后后边他有这个有花招啊，云讲转折，你嘴上答应吧啊，答应了不见得能陷，为什么呢？云讲，但是扩越批讲，云讲扩越批讲，但是我虽然现，又一个但是，就是他这个媳妇儿对他说的话用了一个但是，说你答应他吧，但是呢，你后边要这样说，哎，说的话从这个扩约啊是说的话，画个引号。这个说的话里头又有一个转折，说的话自己本身有一个转折，就是我现啊，我虽然我愿意现，但是呢，
哎，咱们刚学过这句话啊。春八卓儿米猜得，春八卓儿米猜得，春八卓儿米猜得，春八卓儿米猜得。景不愿意去，景不愿意走，哎，我愿意先，景不愿意去。得停顿一下，这后边还有话啊。然后因为咱们这为了突出这个转折关系，这已经出现2个转折关系了，所以他就不引了，他把最后的动词弄出来。最后的动词是什么呢？邪人细细，邪人细细，读错了，邪人性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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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是说，人是回答，一个意思是回答，一个意思是几次几回的次回。哎，这个地方用的就是回答。性，性是什么呢？性是延长，延长，抚养。哎，这个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使长，就把一个东西给拉长变长。抚养就是把它的生命给拉长，这个增大，反正使它增加。还一个意思是发送，哎，就是发出去送出去。这个地方取的是发送的意思。西，最后一个西是命令式的语气词，就是送吧，啊，送什么呢？送人，送一个回答。这个回答也叫回信，哎，就是国王不是让派人来跟他们家要井吗？他说，他跟他这个长者说啊，说你啊，答应他给井吧，然后呢，你就让他们送一个回答，说，哎，让这个国王派来的人呐，让他们送去一个回答，给国王送去一个回答。什么回答呢？就是说什么呢？说我愿意献，但是景不愿意去，送这么一个回答。好，读一遍啊。春八比娃日开龙，春八比娃日开龙，春八比娃日开龙，春八比娃日开龙。云江阔月披江，云江阔月披江，云江阔月披江，云江阔月披江。春八昨日米猜得，春八昨日米猜得，春八昨日米猜得，春八昨日米猜得。邪人性喜，邪人性喜，邪人性喜。邪人性喜。再来一个，今天紧张了，再来一个啊！强求三百三百，强求三百三百，强求三百三百，强求三百三百。菩萨加句格，菩萨做什么动作呢？想，哎，心想，想什么呢？诺尔布忍波切迪，诺尔布忍波切迪，诺尔布忍波切迪，诺尔布忍波切迪。诺尔布是财产或者宝贝，哎，财产或者宝贝。忍波切也是宝贝，这两个放在一块儿呢，也可以2种理解，一个就是宝中宝啊，这个非常宝啊，就好像咱们这个用同样的词重叠到一块儿表示强调的意思。还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前边这个诺日布啊，代表具体的宝贝，就是那个宝贝那个东西。后边这个忍波切呢，跟在后边当形容词，形容这个宝贝啊是非常宝贵的宝贝。哎，是加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前边那个做同位语，后边这个做这个形容词、形容主词都可以。哎，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宝贝，前边是具体的宝贝，后边是形容词都可以哈。敌这个宝贝。这个宝贝，你看下边译的呀，叫如意宝。这个如意宝跟一般的宝贝不一样，一般的宝贝或者诺日布或者忍波切是什么呢？能做一种功能啊。这个诺日布忍波切，这个宝中之宝啊，就是最高的宝是什么呢？如意宝，就是你想什么，就是叫什么，心想事成。一般宝都是锁，这个是能。
哎，对，这个就是你一想就是想什么来什么，哎，如意宝。兔多切灭给，兔多切灭给，兔多切灭给，兔多切灭给。兔是那个叫咒，一个力量，一个是咒，一个是神力，哎，就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兔，这个力量不是咱们一般那个掰腕子的力量啊，比较内在的精神性的，反正是比较神奇的力量。多就是力量，哎，兔多合起来就是指一种神力。谁的神力啊？那个如意宝的神力。切非大啊，非常大。灭给转折了，说这个如意宝力量虽然大，但是后边啊，云将打给3倍，云将打给3倍，云将打给3倍群亲包。我看啊，怎么读？多读一点啊。云将打给3倍群亲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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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就是灭给跟云将两个，虽然但是互相配合，还是一个意思。但是怎么样呢？我是主语，我想我想的那个什么呢？事情，大事，我想的那个大事，哎，怎么样呢？主女把马银诺，主女把马银诺，完成我想的那个大事，后边能够完成我想的那个大事，再往后不是，闹了半天，不是能够完成，就是不能够完成。就是说，这个如意宝虽然力量非常大，但是它还是不能够完成我想的那个大事。这菩萨想的这个大事可能太大了，可能是利益众生的大事，这个如意宝的力量还达不到。念三，还是平声啊，念三，哎，这个咱们前头见过念度三，中间多一个图，哎，叫想中想，想中之想，代表什么呢？代表是推测，哎，推测的意思。这个地方虽然他把中间这个去掉了，还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种简略写的形式。哎，想中想，就是菩萨在这心想、猜想、推测，他没有事实，因为他看了这个如意宝的威力之后啊，他在这猜想，说这个如意宝虽然这个力量很大，但是我估计他呀还是完成不了我想做的那件大事。好，读一遍啊。强求3倍3把，强求3倍3把，哪不忍包切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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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多切灭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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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将打给，云将打给，云将打给云将打给，3倍群亲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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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女把马银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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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三。念三。好，休息一会儿。